来，高超，高超，高超，哎，高超，你安尼七早八早就才不能拍。来，免坐，过来听我讲话。厉害啊！人哋咧赶死头咧，我停工就停工，无你即摆先闹事的是无啦？阿娘啊，我甲你讲啊，我阿哈也拍你遐店哦，水今仔日开始，我无要搁拍遐猪头菜刀啊。无拍迄，无你袂拍啥物啊？小兰，你去3、4米倒甲我举出。干你！拍一支来，这日本进口8咸水，哈，这么全台湾省哦，无人有才调拍这支刀啦。既然全台湾都无人有才调做，你讲有法度做？哈，我已经研究出来了，只要我找有材料哦，我就有材料拍出来。是啊，我看无错动哦。啊，若找无材料，你是安怎？都对啊，准做你研究成功啦，你拍出来的刀啊，你是要烧到倒位啊去？日本料理店啊，恁这古井水鸡，唔捌去消费着，你唔捌。我讲你捌啦，即马全台湾省哦，拢咧流行日本料理店。我若做出来哦，敢若小这日本料理店，我趁钱就敢若趁水，捌无？咱做会出来才搁拍算啦。即马咱搁会靠这猪头菜刀食清嘞。阿良仔，做事啦。无你即摆讲啥？阮咧讲敢有毋对？做事啦。哦。哎，你敢要过来哦？你莫哭哭，你骂这个都是真大哦。会无你咧搞笑？是啊，莫安尼啦，啊，著食到遐济岁啊，讲一句话歹听啦，瓜草嘛已经软一半，死人个性另我改的。啊，你咧定定无离店的啦，这间店是好，甲咱师傅另外伫咧换呢，才有通吃素食啦。啊，若无哦，囡仔是变哪读册，早就无饭通食，早就枵死啊啦。都对唔咧？我店拢收起来，咱是骗恁某啊呢？恁某做人安怎？你应该嘛爱知影啊。是啊，头家啊，个性哦，唔通安尼去强啦。嘿，恁爸一阵仔无伫啊呢，恁规个拢活过去啊！即摆工作会啊？我讲哦，你想要今仔敢要笑我手走？啊，若无恁爸袂放你煞。你是创啥你？在。阿爸，恁哪安尼啊？阿母，阿母，好啦，你要切就来切啦，我嘛甲你讲话讲好清楚啦。我嫁予你遮尔济年啊，大概你行走就走，话转来就转来，你无良心想看卖咧？你安尼做，敢有一个做老爸做红婿责任？你敢有替阮大家想过？让你遐尔济年啊，这届我不爱阁让你啊啦！好啊，你要甲我抬心，我即马就徛伫遮予你抬啦！哎呦啊，佮放开啦！你当真你袂敢拍啦？师傅啊，叫我两挂拢无啦。对啊，师，你要放，你要放无？放手！哎呦，你敢要放？我叫你放，你有听？放开！你要放就放，放！好，我放。啊啦，你抬师傅啊？好啊，阮规定拢徛到这，互你抬啦，我来抬啦。我冇听头家牛啦。对啦。爸爸，恁大保重。哎，你要去倒？但即摆这间厝是家母咧提啊，加工提也无路啊。
我住在这哪有什么意思？阿爸，我们去做保证了。阿爸，阿健，阿爸，阿健，阿爸，我去叫你阿爸回来。阿爸，你别走，阿爸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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别走，阿爸，阿爸，你别走，阿爸，阿海啊，阿爸，阿爸，你回来啊，阿爸，阿健，阿爸，阿爸，你别走，阿爸，阿爸，阿爸，你别走，我家己会晓行，你免出去趁大钱甲阿姨啊，阿爸，阿爸，来，阿母，你别甲我扶。我要让阿爸知影，我会晓行，安尼阿爸就袂走啊。阿健啊，阿健，你安尼是咧创啥？阿爸，阿健，阿爸。我家己会晓行路，你莫搁出去外口流浪啊！阿爸，阿爸，你莫搁离开我了，好不好？迄天，阮阿爸无走，毋过过无2天，伊也是走啊。主要是因为伊伤赶紧，袂记咧甲阮阿母摕所费，身躯无钱，无底气。阮阿爸离开了后，拍铁店就收起来啊。阮阿母经营一间五金行，生意真好，阮大家拢过着安定的日子。会用的袂？会啦。伊即只脚吼，今年阮有量较大实啊，徛起行两步看卖就好啊。安怎？真好穿呢。多谢你吼，头家。谢谢。阮囝这下啊吼，干那你有法度做啦，逐摆拢真麻烦你。莫来讲啦，你若囝吼，愈大汉愈缘投啊。即马研究所嘛毕业啊，有对象无？要甲娶一个某无？你若遐吼，某也娶，嘛去台北啊。你若姊嘛嫁啊，你若有有吼，嘛赶紧娶一个某，甲恁某也来做伴。因为无代志做，大家拢烦恼我娶某某，这个也讲，迄个也讲，听到有够神的啦。若听了先咯，就去问阿玉啊，看伊的意思安怎。我通我找媒人过来去讲亲情。我甲阿玉，拢恁咧想的啦，伊也无介意我。嘿，伊自细汉做班长就对你特别无共呢。你读到大学研究所，伊嘛定来找你啊。即摆你找无学校通教册，伊遐尼热心，要替你找学校，安排你去应老师，
我专工为高雄转来要带你去呢。人伊是国中老师，真无用呢。伊若是无介意你，伊会对你遮好。上紧。阿舅啊，你看讲人难搞啊啦。阿舅啊，上紧，你水拢做好未？好啊，拄好要来摕。那你咱今日去情况麦啊？好啊。领导，袂歹看哦。好看啦。阿舅啊，以后吼，我要甲阮妈做生日，你还做回来呢。我即摆先去款一寡菜，阿囝啊就交互你发落哈。好啊，无问题。穿这西装去应征吼，人唔使会对你好印象。也若无你拄安尼，哪有成什么老师啊？你啊，定定都要考试你研究所第一名毕业，佮拢无要注重外表。即马一年过来拢找无头路，你讲我吧？讲我啊，讲我。食款的，真功夫啊嘿！好嘛，飘啊，踮袂落咧床边食饭啊哈。慢慢来，不要紧啦。谢谢哦。好啊，来一只鸡啦，你快食饭好。来，小朋友来，你够甜的你，来，坐好。哦，哎，当诶，哇，你看表情像我较歹呢。阿妈还袂食，你囡仔人就想要食，袂使，坐好。哦，叫伊坐好，安尼无是得起重啦，有影？啊，可能种着因母啊，山地种啦，养啊一只敢若牛安尼，撞规工拢唔知人忝。养啊嘛趣味哦，带一个某安尼，嫁一个囝做变老爸，人嘛欢喜个。是啊，有一个囝就好啊，你这囝真古锥啦。哎呦，你看，幼嫩了，爸爸哦，哎呦，你看已经咧哭啊啦，唔通讲创治啊啦。点点，心爱的，心爱的，再回来，再回来，心灰。张永啊，飘啊，两位，你来啊？张永啊，歹势，好啊，就工课较赶哦，啊，袂有人在换衫裤呢。我拢家己人，咁有时要换衫。哟，啊，石头乖嘛。小头哪里搞了？今天来个看门。爸爸，哎呦，哦。哎，要不要？你冲底关囝哦。啊，好了，不要哭了，山上的猴子要是听到你哭得这么大声，这么爱哭，半夜来给你咬屁股哦。莫看我，唔是我，阮母啊。对啦，哎，囡仔你古锥哦，啊，帮我念者，啊，孤单啊呢。是你哦。好了，我啦。啊，那你不要紧。来，进来坐咧食饭啦。来。来，我坐大位哦。张永啊，免管的啦，石头啊吼，都咧哭床，敢若袂输高山啊咧，免管。哦，安尼啊喂，蛋只青草哦。好嘛，今日这顿通食吼，真正帮你福气。啊，你今日做几回生意啦？小秘密，不用你讲的啦。哦，顶头下到知影哦，我都爱去报道呢。也都对，带你遮一回啊吼，啊万不应哪有严重唔知影哦，一声是甲你调去。哎，你
哎，阮母啊生日，你讲的啥话啊？我意思是讲哦，恁母啊老空间老青春，今年才十通位啊啦！哎呦，对啦，对咧内行的我哦。行啊来咯。来，哎，还有人还未到位哦。恁阿囝啊啦，讲要换西装，换到即马佫唔来啦。哦，无要紧啦，互因两个少年的去开讲，吼，慢慢来讲啦。开讲，阿囝也是甲送你开讲啦。啊，就阿玉啊，哦，阿囝安班长，迄个老七老来哦。这。来，那个听声音吗？当当当当，当当当当，当当当当当当好啦，兄姐，一条姐，莫甲我创治啦。来，照过，看这，哦，阿囝啊，西装一个吊桥，啊，两个咧徛做伙，确实有够舒服啦。搞唔知呢？啊，你穿的都无你歹势啊，你是歹势啥啦？无啦，我甲如瑶是好朋友尔，我甲伊毋是。袂要紧啊，大家欢喜安怎叫，拢好啦。哎，少年的，无你是真正唔知影是假秘书。哎，人小姐甲你穿地米裤，佮甲你干猫仔屎安尼，啊你佫唔知人啥物意思？吼，你哦，有影有够钝的呢，敢若乌啊笑尔。啊，我知啦，久哦，无我念嘴皮啊，这戆起来，你知？来，我念者，走后面啦，这阿伯行某，你饲这个囝无效咯，行某啦。来，你来坐咧食吼。来，坐啦，哎，行无来。甲我共款啊，我嘛是惊某啊。啊，看下阮这个有我的啦。心爱的，再会啦，不情回，不情回，可比不情的。阿景，我著交代互你啊。你放心啦，无要来去啊。阿母，啥个就好啦，看哪我敲电话。坐过车会忝无？袂啦。如瑶，是安怎呀？阮阿母已经甲你当做阮兜的媳妇啊。我朋友应该要来啊，伊要请咱食饭啦，应该你著待在遐。哦。建华，如瑶，来。上紧啊，我甲你介绍，医生建华是高雄医学院的主治医生。你是陈尚杰啊？你好。